好，来继续来看新北市淡水有一个93岁老太太，顶个月初六就失去着联络，找无人。查囝是心肝火倒去报警，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老太太，伊迄个中国籍的新妇行为是真奇怪。讲到伫个老太太失踪的当天，伊有拖着行李箱到淡水河。讲这个新妇已经承认了，伊甲大家的尸体摕去弹掉。伊讲大家伫咧厝内底亡生，伊毋知要安怎处理，佮惊互厝内底的人甲骂讲无甲大家照顾好势，所以才会甲尸体拖去弹掉。查某人手拖行李箱行过淡水集运站广场，尾仔坐集运离开。行李箱内底的竟然是伊大家的遗体，去拖到海岸边弹杀。真侪警察伫咧现场搜索，因为警察接到家属通报，93岁姓王的太太失踪。警察看破新妇伫咧想啥，总算知影弹杀尸体的地点。这件弹杀遗体案就发生伫咧8月初新北市淡水区，中国籍姓阮的新妇和姓王的大家住做伙，伊甲警察讲6号发现大家死去，人青光甲毋知影要如何处理，烦恼无顾好大家去处理的人骂，就甲大家的遗体装箱飘入淡水河内底。背后死者查某囝发现妈妈无去，通报警察找人，警察调监视器所发现新妇人看起来怪怪，就开始甲调查。直到26号，大家的人过去冲上花互警探厂商发现，比对行李箱的 DNA 个对同，后续新妇嘛承认甲人弹杀，落尾互人上班。因为目前我们只有发现遗骨的部分，那只有那个遗骨的部分，目前是还没有办法确认到死因。整个案件调查的过程中，是还没有发现到有明确的可能涉嫌杀人的迹象，所以目前是以遗弃尸体罪的方向来侦办。因为干那找到人过，佮再加上并无伫咧徛在厝内底找到科技证据，无将伊弹杀遗体做上班，家属苦心找找要结果归，知影真相恐惊无法度接受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